家。来，把油，我係試過。Suddenly for music， Suddenly 清唱了。抢啊抢啊！我想到卡拉 OK。開 chorus，開 chorus。那我 skip 啊，來啊來啊來啊！來。啊，背個。哦，試啦。背個。你打啲啊沒有？還珠。曼谷啊 ，Bangkok。OK， 來。我曼谷啦。曼谷，來。3, 2, 1。咱叫叮當，幾擺開腔，咱叫差啲幾擺腔，不驚蛋嘿。嘿，來 OK。哎呀，歡迎各位聽眾，今仔日是2月了，2月幾號？等我看2月8不1號了。2月1號咧，即咱個兩禮拜就買過正嘛，浪費新衫買新褲啊，袂各位聽眾哦，咱未來特別夾邊這禮拜看，但馬請迄個好聽誒大地回春是大地。大地發妖。大地嘅見招個查出去。誒，大地落地白。喲，落地白咧是把油，落地把油。解。Hello， 各位聽眾，新年祝願新年快樂，好年行好運。好，咱特別教我看命看啊，咱咁樣去讀看咧，為話我去讀看好年，看對啲好嘅人好無好啊，命就款，我要知。OK， 唔是當今啦，或者 next show 是。OK， 我先正是咱個嘅啊個兩禮拜時，你禮拜咱講做鬼嘅，禮拜咱聽做鬼啊，即個阿龍每阿龍請伊個歌嚟甲咱講伊做鬼嘅故事，真正甲講鬼嘅，咱特別注意聽。然後個有即個禮拜咧，我特別見到了把有個 BB 娃娃咯。Hello， 大家好。個新叫叫。大家好。個南西。Hello， 大家好。然後個有雞格驚，唔知困去未？我困過。大家好。當今日往這禮拜呢邊講嘅話題呢，就是等我成隻歌嚟啊！嚟啊！CD 啊耶！咁啊，但係新隻歌咧，唔是新隻歌，咱新隻時候，咱去 shopping 嘅時，咪是只隻幫新隻歌試試嘅。對啊，夾啲咩？是。誒，你是得隻 track，等我係知唔知？我唔知，我唔知得隻 track 我係 compress 啲 original 方面未？啊 ，CNY 啊？哦 ，original 咩啊？哦，是鄧冷子啊。哦。OK，別緊我隨掉，別緊。到這裡本好聽。你學我幾地5嚟㗎啦。5嚟啊？不，just a short clip 呢，唔是幾條嘅。等我全部去 file 喎 ，CNY compressor 真係落去。伊個 folder，你是幫的 folder 嘅係咪？不，幫你 folder，你 compress 是應該 scatter around 啦。哎呀，是啦，你係鄧冷子學㗎啦？對，㗎啦，鄧冷子。一轉行，是唔是你寄來？唔是，我冇安尼過。一轉行。嗱，即係嘛？那是新疆過來。就新疆風。你講是新疆過。我都好吹掉嘛，唔知是唔是你叫我？呢是 MP3 哦。Yes。等我 search 啊 for MP3。tak ada lah. Oh, saya.
唔知喎，我哎呦，我係瓜，掉底啊，算掉底。啊是之類，拍廣告。啊唔是，啊啱了。吹風喎，誒，你不要另外一道 unzip but with folder in it 啊，一套綁 CNY folder 誒。你是 Mac 嘅啊？Mac 誒，你 unzip 嘅 CSI together with the unzip name as a folder name 嘛？等我吹下 CNY，我覺得，所以哦 maybe 我冇 unzip 過啊，我就不記，哦我對我冇 unzip 過 ，sorry。哦，不做嗎？做。OK，來。悄悄再更快點。哎呀，拎東西，忙碌的叫叫。去 shopping， 動槍動槍，滾滾來，別把當。買把花別得去哪？去咁大 shopping。誒，當然咁，shopping，香港嘅 shopping 咯，當然第興，邊頂第興嘅 shopping center 去到係 shop 你知唔知啊？ Queen's Bay。哦 Queen's ，Queen's Bay Bay，Queen's Bay 真紅啊 ，Queen's Bay。特別就是呢條線，我嗰時 feel good。我同你講啊，because 伊個店嗬，愛冚只隻咯。嚇呀，做未來啊confirm 呢？confirm 呢？我伊 contract 夠了。哦，一碎店了，就是講。嗯，伊這個 leasing 嘅嘛，唔是 own by 人家己嘅。哦，了，安怎啊？講對了都換別人起來時哦，有你未當啊冚咯。哎呀，是啊啦，了 OK，特別人講，誒，我是，等我講緊聽我是個 shopping 嘅啦，我攞你猜掉我是個幾多在 shop 啊？伊是個 Good 去 Plaza。三叫你買佢在零啊，叉佢。好，伊是個去金大會俾。搞咯，錯了啦，會我梗係你搞嘅，話我是你去 Little India 咧，我俾沙梨啊！ Pasar malam 金大會俾咩？啊，對，我去咁，安怎你梗係搞呢？會話我梗係了解我，哎呦，我就了解路啦。唔知咁多我是個去咧 BJ Complex。哦，富地個富地，冇嘅 Jumbo 啊，哈，BJ Complex 啊，伊樓頂佢就做啲槍嘅擺物件，一點有咩？有啊，伊 jeans 就水啊，就潮嘅 jeans，了伊哦，較勁嘅哦，是伊動咧，就動人，有一個動人開，伊我佢就打我俾介紹一未記名嘢，我未記名嘢，我唔知咩 philosophy 係唔佢頭我未記啊，伊我點解會記㗎？貴嘢。冇貴，冇講只貴嘅，即係換哪去明白？哦，講到 fashion 嚇，伊真正唔是喎，伊真正 fashion 嘅哦，真正一誇張嘅，伊褲伊 jeans 嘅呢衫間店夠啲嘅吧都，應該是有啊，聽到對係是馬路去呢。聽到是作股，啊，個我對係是其實啊4個件，我哋會找來，真係是啊，後尾自己嘅俾大俾嘅啫，我 BJ 嗰隻樓，唔知第3樓、第2樓、第3樓可能。啲我就係講到一樓是講飛機點嘅，我未記點，伊點是到啲中嘅，你樓頂唔知嗰時 store room 是得咯，唔知，特別伊是到啲中呢，伊外口係有擺出來，伊嘅咧一身人穿嘅衫，你有時要賣啲槍嘅嘢，無上面 Nike 啊，上面 Reebok 嘅我知啊，嚇你知啊，得自己，唔係知咩咩啊？唔知我冇去 BJ shopping 嘅，哎呀，你 glass 嘅ตู้嘅人，你話
我就是個去入邊，我那是去另外一個位咧，較除咗喺邊，我哋自家買衫呢，是因為衫只特別嘅數。然後另外一位我自家去嘅，就是我就是個去巴迪尼嘅 shop。巴迪尼衫夠大條。誒，你叫人就係去位，話人就係去曉。那邊咱就係去 shop。咱叫巴迪，我叫去巴迪尼嘅單位叫。誒，你看前面嘅外套梗係後悔冇買呢咯。你說hello รู้啦後悔冇買啊！我買我定住個場比賽就清起啦。Anyway，咱個講到啲咧話題去 shopping 嚇，你當見巴迪尼咪大 sale 咯。對對對，value 大 sales，value 大 sales。嚟講，我先正就 sale 啫。啦是一衫無水。哦，先正係衫冇 sale 咧。先正衫做嚟冇水，你咪 Christmas 時時都啱啦。哦，而家咩出住講白乜時時比較咩有咁？幾時時比較咁？哦，我冇明白，做咩數咧？攏講話。因為樣好看衫水嘅衫係，anti Christmas 時時已經出個七七八八咧，แล้ว到個年頭嘅時候，冇呢一件衫嚟咧。哦。有時出邊係前排嗰啲出。哦。So the best time to buy 咧，到咧，第二就是年尾 Christmas 時時。come back shopping，แล้ว先正係時咧是買可能減條褲、減條衫咧，去買咧。哦。因為佢哋光冇你亂咯，其實咪食光，因為新加光哦。哦，對。比你大。了新，了幫獎新加光你就食啊。然後是安尼。是咯，梗係亂嘅。亂，就是我驚佢哋送太多咯，你係你睇哇！你改咯，你送來做的，你會想啊邊啲啦呢？但了 speaker 多了搞到大，大聲成呢個昂。冇 Christmas 阿貝貴樣已經放咗咋？放咗咯。係咪 Christmas 阿貝貴就成幫定先只瓜啦？嚇！New Year 阿貝貴我頂你拜期嘛？แล้วเต็งบอกว่าคริสต์มาสอะไรเลยไปว่าขี่แล้วว่าตัวเป็นกุยเลยไปมาแล้ววันแล้วไอ้ที่ช้อปปิ้งอ่ะตะเก่งตัว especially ตึงไอ้เตียมาปังกาลวนอ่ะ幫先只瓜啦。แล้วคิว 是 เอา 啊，樣ตัว白先正話，都冇閃整一杯晒嘅，你感覺只逼切嘅啫喲，所哦，只見章係，只見章係，你想啊，我屌喎，我條線正過แล้ว我係個價咩喎？แล้วก็สินค้าฟ้าก็แล้วกันแล้ว我硬啲咧，要等個伊唔สินค้า是硬呢，就是哦，伊唔是硬就是哦，安尼食呢？先咯，斜講哦，你是講先正係食隻硬噶哦？冇啦 ，Christmas 你咪想 ，Christmas 我 Christmas 顧恢復顧青，車是係啲拉咧？冇係你迪巴瓦利，係啲拉呀，啲巴瓦利是。諗乜嘢？嗱，你爸爸你是我去嘅你到 India Bay 啊，我個人是玻璃啊，哎呦48厘啊，情希，好料，阿 John 你話沙啲啊，劍當 India order 接來啊，那包，一個背個包邊，一個 BB 攞掉接起來，跟住 stapler 定，字叫啊，三叫講咩？超情人節咩？係你個人？啊，對 BB 人情卡咯，對狼條咪超字。誒冇啦，山啦，當劍人，成個 BB 玩啊，我卡山啦，唔是講山啊，唔是講冇上路嘅山啊，特別我卡山啊。唔上個玩嘅山啊，冇好嘅，行靠俾沙士啊。係啦，講下你人家 shopping 嘅時候，人家派 BB 衫啊，先知啊。冇，我袂使等成，我是買咯，我看到我就會買咧。我是個看，我講個買買啊，我個等一禮拜，佢倒轉來咧。買無掉啊！買無掉咧，甲一無衫咧。你是唔是？因為你衫嘅時候，人特別樣無定咧聚會。common size 啦。哦 ，common size 咯，了 A 們上哦 ，A 啊，看到水啊買啊咯。我哋話你就舊時人買啊，就無晒咗。衫甲褲我硬買，我哋看過買是褲。哦，等叫啊，等叫你對買上地衫嘅了是識掉嘅。紙啊，樣嘅夾定。哦。嘢面大大。上地衫冇水，大大嘅咯，冇水。
你啊大大一波抓咯。佢夠險，佢夠險。伊來靠地好呢。如果皮喺面，我每當新疆俾新嘅來考來啥？有啦，新疆冇清地殼。就隻阿爹嘛，北京係啊！你是北京，你北京有時候人別人衰嘅事咧，呢個樣係。我車伊嘛，卡開開啲咧。來北京來掃嘅，北京掃就係以北京掃啊，半擺事。啊，半擺啊，裝爆。創着，即係北京係臭味。白咗冇死。誒，微微媽媽，嗯，你 shopping 去到你間 shop 到一間？哇，較濟是去 Queens Bay，啊無就是去 Gurney 哦。你係咪票頭時間呢？得一衫，得一間店有下掉你嘅衫呢？啊，巴迪尼，是咱淡薄大整，就俾佢請巴迪尼。巴迪尼咯，啊無就是 Blue Tom 呀。我唔知。誒，but G2000 OK 嘛？啊，G2000 我冇時間特別貴啊，當時。G2000 啊，嗬，我甲你講啊 ，because 伊cutting 有 cutting 腰嘅事嗬。打腰。So 啊，so 我未清。我關鍵我交清啊，因為你 spare 第一看到表機嘛，就係講巴迪尼咪有隻線呢？巴迪尼衫伊隻先好伊cutting甲看，伊收隻先特別伊cutting啊。對，shoulder 看吼，了伊腰和柄我吼，伊有瘦了啫哦，所以迄種是愛人家是完美身材嘅人該穿哦。其實我感覺到。巴迪尼也是即 G2000 都講。不 G2000，我有買一條，嚇，我買一條 shirt 啦吼，我穿啦，了爸爸我穿起來成個節奏端午節。小巴掌啊，小巴掌。伊 shoulder 咧，好是零嘅咯，零嘅咯。哦。你特別學教嘅伊腰啊，死學哇，大嘅歹看呢。你揸唔到位啊？嚇，對，唔對。特別唔要緊山啊，山啊，或者山咧就大尾我看到。對，冇啊。我學去搬到對啊，好彩啊！我 last time 嘅衫嘅啦，冇掂哦，冇可能哦。啊個34年整嘅衫嘅啦，個水嘅啊，個啦洗起來啊，會清。哇，好。但係有時我同你講啦，我去買 shorts 就哦，然後我去你店啦，然後我有 offer。around 70% 加50%呢就咧買買咯，然後我就甲伊講，我講你有迄個幾號呢？around 300安尼款嘅哦 ，because 我一落來我穿40加300嘛，只背啊，然後伊就講嚇無啦，我諗住並無安尼款嘅衫，我特擺佢俾衫到點咪你少乜人呢？我同你講。你是我係 friend 嚟嘛？咧伊個直頭啊！你嗰陣老實講，冇啦，丟唔丟啊？你大，你係講啊冇你咪 try 3粒咯，伊叫我 try 3粒，แล้ว就我梗係冇 confident，然後就 actually 人有甲我講有散淡薄啦，然後我本時少冇 confident，所以誒，問你再 test 下一稱喎，哇丟咩標呀？然後就直頭俾攞掉。就開條百幾塊去啊！嗰個就 sale。我就是有一個超款，就是安尼款咯。我一買物件時候，我未 control 了嘅。哦，就比較未幾條嚇。是咯。我嘅時就是自己買咧。係咪你講新叫？沒教嘅時我就是自己買咧。哦，我講聽我只招去 shopping 嘅，我頂住我確實是對馬來西亞是教去 shopping 嘅，特別頂住對嚟下，因為三年半下，我去Saint Louis 時候，哇，大買我新嘅 jacket 啊，個攞掉嘅 jacket 啦，一個買 sweater 啦，喲，大小買 scarf 嘅這條呢。
阿邊阿 John 啊，攏迄邊嘅物件，每是食飯機嘅嘛，係咪數對下前個邊迄邊嘅 choices 個較濟個。特別無這邊啊，你若是買買成個我見穿嘅衫嚇，真正貴嘅咋？你若是特啲馬來西亞買咧，一個 style 特別個本呢。這邊嘅啦，真濟，你嘛想講美國度較 modern， 美國 modern 物件是有，特別濟咧鄧索白鄧，唔是鄧索白，阿莫白。我知啦，我知阿莫款嘅我知啊，特別係老人咧可能。outlet 嘅咧。outlet 咪是 cheap。我無伊衫成啊，只我今日我無時間穿伊。因較濟是 reject 嘅，伊是 reject 嘅 material 嚟。我無。But certain still 就有。就是貴啦，就是講我無時間貴，我時間買買一個便宜一個水嘅咋。有幾那間我知到啲US 嘅只內位我只時間去 shop 嘅，就是頭一位就是 H&M， 我知 H&M 啊。馬來西亞有哦。H&M， 哎呦，只雙。咪嘅只係三隻水個便宜個大地。點樣正馬來西亞到啲冇啊？我 FOF 啲嚟掉呢。冇嘅，馬來西亞冇。H&M 冇啊。USO 呢？啊，即係 Europe 啦 ，Europe 有嘛？啊，嗰個條衫，嗰個一個係咪？我看到 chat room 咪有講就 soda。哦，嚇 pop soda 定到？soda exchange 啊 ，last time 嘅。炸蕉啊，正㗎。soda 定邦啲咁大有嗎？定到有個，我定到有穿 soda 衫。誒，不過有個。正㗎，嗌都得呢。我個有一條 jeans。我俾條伊 vest， 我俾伊 vest 好穿。哦，誒我攞條 vest 係咁大嘅俾個扮件呢，5箍呢。點啊？個扮件。本來嘅衫是夾對日本啊、香港嘅 trend 呢，所以嘅衫luôn加水。嚇，少，對。住講到快。對咯。畢竟嗰一萬年30歲時係那個嚟莫咱即係 fashion show。唔知哦，我prefer 去 KL shopping 嘅咯。因為我冇時間人穿上衫嘅啫。我冇時間有穿啊，出去街路邊嘢撞衫。我咪就是到啲馬來西亞買衫就是人哋看咯，人哋我來時間整嘅時候，我再講冇人搞穿上衫嘛。我喺 KL 就去新加坡 shopping。哦，你新加坡咪是對，新加坡咪落海啦。去香港咯，去香港 shopping 咯。哦，我想落海。我喺香港 shopping。去日本，香港人去日本。好啦，新加坡嘅人都對嚟馬來西亞 shopping。澳門。去上地俾南面山地殼。因為我個辦你辦到送嗌嘟咯，就辦嘢咧，送嗌嘟嘅了一條幾斤嘅了20塊，幾斤嘅了15塊。特別冇 try 㗎。But then 嗬，送嗌嘟啊，只係要梗係雜嘢咁嘅啲。自然歡嘅啦。我喺送嗌嘟，送嗌嘟。哦，就是我就講我當時是我只特別要坐我去你有名，我講我買我咪去咧，我咪去不叫就 BJ Complex。送嗌嘟樓頂嗬，地位一樓下你 hip hop floor 嗬，冇只字水嘅衫咯，我哋啲起手個吊冠都係。你哋 street wear 啊？嚇？你 street wear 嘛，樓頂。嚇，對嚇，你一個扮機咯，冇講貴啦。But actually 呢邊嘅衫是美國嚟嘅啦。有兩部可能去㗎，兩部可能去㗎美國。就啲為咗先正去Bangkok shopping 嘅嘛，冇人有驢嘛，咁去 KL shopping 啊咯。我suka 我suka 咩會啊？我suka 即係講喵，我suka 即係先嗰一間咧喵咪 Jefferson 係什麼好？是唔是 Jefferson 是啊 Jefferson 咯。Jefferson 係三隻衫嘅，係咧就是咯。我定在去嘅時候，一頭波啊。就是我同你講，我買嘅 brand 就是 Jefferson 咯。哦。就是我愛嘅 size。特別個我實在好除掉。Hello，佢哋是我冇想到嘅 unexpected 嘅。係對 Jefferson 我是個情況，係我買攞掉啊，我買一條新正，我早兩年。攞擺短期時我短對貴先正嘛，比如話我冇嚟除話就是啊，然後我
我第一個先真係我咪去下邊買咯，買伊紅色衫咯，特別買 XL 啊。哇，我覺得有 是 local XL， brand 嚟，是 local brand 嚟是。 local designer 嚟，因古早時做國咧嘛，嚇對。可能做國咧嘛，大 BJ 位特。別我講聽到買買骨嚇，你真係記得買哦班機。咁打咁打掉。再来了。這個 episode is sponsored by 咁打。咁打是用播嚟聽。เอาพอกันละ做誒。係咪播？唔是買播，你用家己嘅波嚟做，賣出嚟波咧又係做嘅，我哋講。哦，唔是 made in Korea one，made in Korea 誒，一個㗎了。我請老闆。冇個做 modern。咧送出去嘅嘛。made in Korea 梗係辦件嘅，我俾佢借掉啊。得咯。一個咧。 DJ 咁打。冇當我是 PJ 咁打啦，條我特別是叫佢 PJ。咁打是可能揸點嘛？被可能塞另一山，可能被 uniform。美國呢件得咯辦嘢。美國啊？唔是美國嚟咯，美大山。咁打咯，咁打美國咯，咁打係 good session 嚇。我想笑。唔是講笑正，你去看下，特別你特別要驚。你特別要經，你是去吹啊！你吹掉你扮嘅，不過特別穩定是伊個波折本咧好，特別就是講你穿下俾不相下 style 下，你使去買穿一拍一客家嘢咯。哦，你講真 shopping 第一 shop 啦，第一 shop 得攞到我就是喺你廣州啊。哦，我扮嘢。真係第一雙嘅。個水個扮嘢啊！啊，個正，伊有條 street 上條街哦。啊。係咪上下九街啊？用叫？係咪街？伊有上下九街。哦。伊有幾百嘅。九街。啊，去落九街。去落九街。拍電話啊 ，send 我 email 那是你咪九街。有幾百件嘅報紙我格價咯，咋 ？Safe sex 嚇？咁邊個？單叫 OK， 單叫佢哋下邊就係自殺，因為伊 size 嘅了嗬。哦，四條。伊 size 咧啊。地好。差你時間都未去咧，地好是要等個伊 end 要到 winter 嘅時，或者是靠到快香個，因為樣生了 summer 未未去啊嘛。換 season。哦，哈利小。波斯尼我直接講啊，喵喵。波斯尼。呀。波斯尼梗係啊。OK 啦，巴魯。聽到佢係咩啊？India West India 係咩？India 我意思，East India。當今叫 Cape 啊 ，Cape 啊 ，British India 嚇。British India 嚇對。你聽到就係興嘅 British India。Metro Jaya。Metro Jaya masih siang。East India 是 East India 冇像。像啊 ，British India 冇像。哦。British India 是哪貴？一條褲係300。你湊買條雞啊衫嘅啦，已經是150塊嚟咧，真恐怖本啊！啊，你 T-shirt 呢？150塊。啊，對 ，T-shirt 是安尼，嘅字咧。喲，你貴數 dress 對呀 ，long sleeve 咧。即係喵喵講 Paul and Frank。冇咧，正有咩？唔知。Paul and Frank 冇咧。Paul Smith 嚇。我講聽啊，叮當我去幹嘛？真正是被殺死。唔是真正是 Christmas 啊，定是？然後我係記一擺我就會記啦，因為你買衫又唔知你買，唔知咩咩啊，奇奇啦啦什麼啊 ，Ladybird 啊什麼？冇啦，Kiko 啦 ，Kakitos 啊什麼？唔是 Kakitos。啊 Kiko，Hello Kitty。Kitty 冇，因為係 Kitty。Kiki 啦啦呀，Kiki 啦啦成個事，我冇聽過 Kiki 啦啦。Kiki 啦啦是幾難咩？對啦，我寫係寫。Kiki 啦啦是boutique 嗰度。哦，是啊，Gila 係啦，當然是。boutique 啊，Gila boutique 嘅啊。所以我聽到時我記我去買唔知買貴唔知20塊30塊上面嚇，一個湯後路春嚟秋至期啊，夾阿冇湯啊，你咪是成個老狗啊，你就你落上這時你夾被跌幫行啊嘛。你我真係冇咁賤，我講聽我真厲害，我做我手點尖啊！你看你學個嘢真係一個時間夾出來。一點咪兩百
大了上午啊。少，我怎麼間知呢？尖啊，就你嚟 Q 出嚟，就你等可以 Q 出嚟嘅了。哈，就是 you guys should try to buy online 喎，喵講。哦 ，and that's mama。不，你真係一個 Korean 店啊，喲 ，Korean 嘅衫梗超呢 ，Korean 嘅衫大波嘅，大波本成嚟頂。未啦，我未穿啊，我穿落去特你看晒度。Korean 嘅衫嘅咧是學下你只超嘅，喺度 rain 嘅 body 啊。又冇我穿，我唔穿。你看比較大號咧。刪掉嘛。你有俾 XXXL 嘅咯。啊，譬如冇嘅，因為第大號是 L 呢。Korean 嘅衫。個屎。但小時我都穿嘅衫咧，只用嘅十分嘅面試咧，只物件未記嘅。這不是北上安這邊穿貴啊？我唔是嘅，Korean movie just 就是哦，等未記面件咧嘛，係面試咧。你穿嘅你 Korean 你講你冰去到處冰嘅時，你上面掉面件，你冰到對只冰。我是豬啊！你是啲釘。你打咪街？你打咪街？你直接落做，你直接多做咪，直做咪。知道當網白就另外特啲。你Korean 衫水咯，我就是個 Korean 嘅衫。哦，前兩嘛是 Winter Sonata 嘅啊。我個冇看你 Korean 嘅一個免看來看呢。我冇看。แล้ว你被看嘅時，你開來看。線你試看下，定一禮拜。線你試看。線你試看。因為後尾伊男女主角特別死嘅嘛。伊無講安怎一定要死。伊無講伊是做好嘅人，還是做臭嘅人，一定要死就對咧。伊無會話，伊大概就是make sure佢死。你成日講 OK 啊，你打波就我 hero 嘅 Halloween 教型嘅，時一見出嚟到啲，即係屬於學車浪士。學車浪。冇，伊可以，即係對面喺裏邊活落嚟代表東西。哦，就 melodramatic，即係嚇，即係 dramatic 嘅嚇，特別是。特別 anyway 我是講咧，我是講 Korean 嘅 fashion，哎喲，個水個超。Korean 嘅臉啊，嘅手指啊，真水，像雜波嘅迄種頭毛邊頭毛迄種嘅真水。我是講 Korean 嘅 fashion 佢即係 US 嘅 fashion actually。我本來發覺到，喲個水，你特別你條你條比較大號啦，成玩款特別比 XL， 有你衫冇 XL 有你衫可能 L 呢。對咯。但係我俾衫嘅穿嘅最水衫。我嗰隻件穿最少衫。3幾路就可能咯。你真係3幾路你搞知水啊？成個話。未曉啦。你看到佢哋8到 L 啦，แล้ว佢係款呢，我唔知。我肯定唔知佢執乜嘅咯。特別浪頭仔，把你浪嘅8到係夠得大呢？啊，冇啦，你驚嚟啦面。冇夠得大。我根本未買衫，我買啊嘛是冇用，我都唔知8到係起一條大先知係是。好啦。屌啊！你等個10米加去買咯。冇啦，是去買包一大地嘅包嚟啊，sari 買 sari。咁都係咁啦。去咁大買 sari。買 sari。誒，我個買你bằng cái衫，我就咁大。嗰啲啊？依 call 成個 MC Hammer 啊，我買啊。哦，出咗字嚟哦。แล้วก็我冇買包頭，特別我買伊個衫，你bằng cái衫，個水呢都唔知係超啊。有我特別穿時，我朋友我佢另外誒 friend 特別講，安怎等人穿佢另外衫個水嘅？較好看過樣，對，冇錯。白嘛。係咪嘅？哦，白啊，是咧，我啱咪是講，頂次是我舊位指去誒Costco，唔是 Costco 叫咩啊？講我喺上面處嗰邊，有咩啊？Tesco 嚇，我去 Tesco 會買你衫咧，我知咪去 try 嘢，咪你白呀古龍嗰啲衫咯。你可能就冇個位置講，你看唔知唔知特別等人穿衫，是該穿你可能衫是只水。你特別那時咧軍事看嗰時啦，即係對下你穿嗰時看下軍事嘢，但係你姑冇看到人穿隻垃圾感覺嘅水啊！你覺得你自己個衫啲貴嘅？貴啊，冇辦嘢，你愛買 full set 嘅哦，加埋伊個頭，加埋迄個鏈嘅了啊，迄個手嘅壓嘅了是冇辦嘢。少。
一個有白咪咧，你一部佢哋有白，對比你啊，我咁係白哦，我係藍白。啊嘅特別咁多有俾嘅嘛，有俾嘅。我要去 Little India 杯啦，一家打路嘅嘛。啊，字啊，舊應該情冇上啊，冇舊應該情冇上嘅。你聽講印度來印度就雜牌。即係咩？特別路。啷新疆情沙呢個就最。冇啦。我哋行成長衫啊！叫情沙哦。新疆情沙。我哋行成長衫咯。啊對，啷當新疆係要買新衫啦，是特別特別買好啊是 Christmas 是買咩使算嘅？因為我冇半啊嘛，新疆冇半啊，白邊。冇半新疆買嗰時咩啊嘛？特別啷是特別新疆特別似伊特別清新嘅衫先看咩？有啊，我人拜天公嘅時候，你我穿一套嘅啊。哦，好嘅人。食本衫。嚇，幾個驚我未拜天公是穿裙衫。我第一次人穿裙衫。你哋裙衫拜天公嘅嘛？特別大漢過啦，細漢就。大漢就應該穿新衫咯，穿新衫拜天公。我人這邊搞咗啦。我呢個冇俾掉新疆衫個啊。幾個驚？都未新疆個啊？特別喂，差唔多會嚟一兩禮拜咁唔係咩？因為成個大漢呢咁嚟講，成個平常時有買淡薄啦，你新疆紅險你買啊，紅險吹無嘅喎。係對。你就自己吹個吹無咧。叮當我就平常時我就買啊。我叮當是只我現在是只爺爺媽爸爸嘛，我叮當時啊，叮當幾乜啦？特別叮當時佢個吧，呢時我咪是特啲，我就極閃嘅就先只俾衫，是只全部衫是只極閃嘅咯，depress 啊嘛，會話我明白我係唔正啊，我叮當時我只起行嘅，我講嘛講我真正冇時間去 shopping 嘅你，因為啊，只表清一鼻清一鼻清一隻線嘅就。Hello， 你冇衫。啊，誒啦，聽到啦。啊，399先啦。因為399講，伊講我直直人聽未到，我聽到啦，聽到啦。你咪另一個俾一個線嘅嘛，一時之係咁去俾聽人白女去俾。我再嚟啊！啊，佢再聲冇啲啊，佢再聽冇啊，你聲佢再試試聲。好。你八月。你啊，BB 爸媽。有人真極時咪是佢都係俾啊，俾古力地情。我俾把啲落間我嚟看。俾個我有 try 過無買嗰隻頭。我只 depression 都極時冇，個個人情衫都冇情衫情。咧。V 娃娃，你特別去買 FOS 衫，FOS 衫個大隻呀。伊按摩 size。tapi is 無水嘛。FOS 我未睇嘅 ，OK， 有你真水嘅。FOS 係咩 ？Factory outlet store。FOS 哦。Free of sex。我俾隻嘢 T-shirt 啦，嘢 old school 嘅 T-shirt。哦，誒，你知唔知喂 ？T-shirt 水。我哋要穿一個T-shirt 是。Badini 加 body gloves 係咪情？特別 Badini 我伊係做工衫貴至70% sales 咯，今年10個。誒，如果真係我個時間今年10啦，基本70% sales。如果真係我時間咪 Badini 誒物件，e bag。e bag 水呢是。Slim bag。隔離 bag 大卡要幾時？大波大卡 bag，喲，嘅笑。我俾下外哥啊，外哥唔知係特大人數噶，漢堡多機。個半year。啊，個半year哦，特別我 handle 破咯，我而家做工嘅時候，我第一隻物件喺動啊，伊 handle 裂啊，所以我特別去叫嗰啲做車咧包嘢做配嘅人啊，教我填隻先 handle。咱本來迄邊有無 Badini concept？有啊。安尼按一萬個了誒。有啊。seat 哈，我是個 seat 嘅三蚊對哈。哦，如果 US 佢有咩？冇，馬來西亞票嘅。馬來西亞票，咁咧馬來西亞票，馬來西亞票係咩？哈。是馬來西亞票嘅。整啊！伊只搞伊 marketing 只搞，特別伊 fashion 伊 model 嗰啲是阿毛，所以你感覺到對成是阿毛嘅票呢。
一隻 brand 咯。嗰一間是 Badini Concept 呢。有本哦，即係 concept store 嘛，即係 Badini Concept 呢。啊，即係是有影真貴啊，伊是啲迄個Pavilion 內面一間嘅。你成個 boutique 嘅咧 special 嘅咧。啊，伊幾間嘅了，佢是 black and white 呢個了。哦，我冇插伊係咪嘢？我是 My body is nice 喎，直接講喵喵。啊！所個先閃喎，即係個先閃。My body is nice. May send me a picture. Let me see. Naked one, please. 擺晒名佢。免晒名，咪見頭掛起，咪見頭我看不清楚，不正確。我嚟 confirm 啫。แล้วว่าก็จิตชุดฮีเสียกับปังฮีฮี啲衫我攞有去巴沙馬蘭買晒喎。有啊，頂到少。你係你知唔？當今有啊，特別當今巴魯巴沙馬蘭衫哦，是甲布啲上幾錢嘅啫。有辦嘢哦。係啊，快隻香嘅啊！真香嘅啊！係講嚇你I think 大面咧，你人家知啦。我先正嘅一季節嚟面響，我阿波羅辦山嚇你 area 冇到阿波羅啦，伊是昂爾口一條路響，伊貴你只巴沙馬蘭響連續貴節響，是一禮拜首，我先正兩禮拜前是特名本有嘅，嚇變嘅衫褲較超咧。我只一人見咪俾。中國會啊？中國會嘅咧。哦。講啊！我只一人去買。啊，三九九。三九九。睇到啦。你去巴沙馬蘭買哦，巴沙三九九。啊，未去過。個再細聲啊，你。三九九，我人家咪你胖幾路啊呢？你胖冇？誒，你講咧差唔多要小山，特別每兩款不去巴沙馬蘭買衫，嗰條去甲伊出價啊。係。冇係條道，伊講30塊就買曬啦，10塊嘅啊。แล้วหมายสิก็แก走去來12塊買再靠半下 OK 來買嚟啊因為見哦80年代時啊是有時件一幫巴沙馬蘭嘅 T 恤啦伊是3塊10條10塊3條對10塊3條冇啦嚇你用什麼嚇你 Andy Lau 啦 Leon 啦小英點評 Andy Lau 啦黎明double chin 咧你對咩對咩 XL 加5 double chin Hello， 你知當時行地3點聲，較濟無通景嘅嘛，你慢慢景係亂嘅嘛，你有時啊是假情啊就十運本嘅咯，因為即係景嘅買俾我已經大喎。我講我買隻好嘅，我一定當時我就係一隻背嘛，所以我就係穿黑色嘅衫咯。你隻先正時，佢就是人講先正時買穿黑嘛，特別我買部插嘅比較話黑色嘅衫。哇！伊看到水，比如我紅教就冇辦當數，然後伊講伊有時看到水嚇，比較都黑色嘅衫，佢知我是個穿咁樣黑色嘅衫咯。冇人講衫講安尼久下，安都冇人講到 A 啊，查某唔是要推一步嘅。對 A。Hello，巴魯有聽到？399 A。哇！399，咱講 A 是有每路嘛？你去帶 B A。個仔冇聲，來，別人講。B。聽未到？有隻 A，有隻寶仔咧。巴魯 OK 啊？小個細聲。Houston, we are losing you. Houston, we are losing you. kerja ada. 我話你 B A 呢？你是個 B A 啊？是 Lucas。我冇 miss 個 B A，我是個 B 3。A 係英 B 唔是咩？A 較英 B，但係我個唔知啊，我 feel 到講 A 我買一雙水水嘅，然後我就穿隻久了。哦。我冇講 B A 咧。就是黑白actually 本時有隻濟人買甲小 A。喲，你唔知我就濟 A 呢？你看我頂次爸爸黑甲鉗在10箱，係我超過唔知30箱個喎。然後問題是講你俾人哋。啊，我就是而家 grab back 去嗬，你
Salvation Army charity 啊。是 because 我講聽老師講我嗬，無咪我咧自想，我所定定換伊，不講真正慘嘅啫。你 fashion 隻貴時，你頭整上衣我就買啊，當叫你舊嘅衣頭整嘅買。點當時隻興頭整衣，當然興頭整尖，你是當然邊啊個就係當然個尖啊，後頭就看伊無咩興時，我都無情嘅。以後我講聽，我第一屆我在馬來西亞人有嘅一間店啊 ，shit 咪叫咩嘢啊？嚇？伊店名叫 shit 啊？唔是，咩咩嚇？咩？B A 爸爸是唔是？我浪仔啦，浪仔我對起是浪仔，我去把打邊個一聲嚟叫。李古伯。唔是我俾你古巴特別我特啲 US 啦，我特啲馬來西亞我計去你古巴俾嘛，特別我哎呀唔係咩嘢啊，浪有一點隻水鐵嘅啦，玻璃嘅鐵，你係都冰搭波，只冰搭波，還是只冰搭波都冰搭波呢？哦。A 嘅了呀，浪講可能俾 A，但我去 research。俾 A 晒哦。俾 A 加，加拿俾 A 呢？加拿俾 A 呢？玻璃嘅鐵。Glass 係哦。嚇？唔是 glass。唔是。伊玻璃個鐵是哪係咪啊？是哪？哦 ，Caterpillar。我捌到啲，唔是，我捌到啲，係你 Queens Bay 有看到嘅。浪講 US 冇嘅。哦，迄個咩哦？哎呀，叫咩名啦？我冇只小嘢。一隻 modern 嘅，唔是，一隻 modern 嘅。Converse 好食鐵。Converse 啊？唔是 Converse 冇食㗎，特別浪講下成我企出嚟，浪講下浪去大髀。誒 ，Aldo 是唔是？Aldo 掉。Aldo，哎呦，我硬嘅，我硬舊時候我係 fan 晒 super fan 晒。哦，我是個 Aldo 嘅。ALDO 啊，嚇 ALDO 掉。要笑下你揾接住夾住然後衝出來啊！知唔知？貴㗎貴貴啊！要笑。我是 sales 個俾你。特別 sales 冇辦嘅。誒，這邊有啊，這邊有辦嘅。我較濟是俾我是就俾差唔多，我半嘅 at least 40% 嘅是50%我夠俾嘅。我定時俾一箱會係79%。放進價30%。我只夠燈嘅，我只看到係是燈嚟俾啊。你看你 A size 本啊，看你 A size 本。係嚟嚟是意大利嚟。啊，對，我咩？對，意大利對。Hello。嚇，對嚟啊，無句你係一道。誒，我講聽啦，人別使講小句啊，琴日講查某講到尾是介帶尾，誒，你真係咩數啊？估計未出了。查某 A。你估價格收唔貴啊？極貴。你查某 A。你話到特別我屬價，我幾年我屬價俾你啊，你 Charles and Keith 是新加坡嘅 local brand 嚟。哦。A 啊。AI。已經落晒馬來西亞呢，特別誒字嗬，加新加坡比嗬，伊較貴咯，新加坡較便宜淡薄。特別伊把路上個愛 replace 掉啊，我人 local brand 迄個 A 店第一大間迄間啊，伊 replace 掉伊啊。你攏知唔知迄個有一間名咩 Alex Chu 啊？怎麼樣？是講只出名。Jimmy Chu 嚇 ，Jimmy Chu 就咪是馬來西亞嘅嗬。檳城人個曉是哦，這是檳城人。係 Campbell Street 嘅嘛？哈，當佢就出名嗬。伊巴做 A 嘛？係巴做 A 咯，當佢就出名 US designer shoe 個。Before that 是邊 UK？啊不，I mean 是 I mean it is the base in UK 啊，真是特別伊到啲 US 就出名啊，當然真隻貴嘅，特別就水咯。Diana Princess 做過 A。嚇對咯對咯。特別 A 本時上間咩嗬，會創出來咯，都看了。係咯，看咧後悔。แล้ว等我未看，即個阿伯有你去平時去大邊呢 A？ 我較濟是 Hush Puppies 啦。哦 ，Hush Puppies 咪是貴。But Hush Puppies certain 有當時做這是 Citibank 嘅有之類嘛。哦，我看看。有 offer 20% 嘛。399。399隻後來那啲好掉了。
咩嘛偷2萬？你睇到我邊度抽我？呢個我聽你咪抽我。好笑啊 ！Hello，聽了。聽，這是誰？偷還阿晴，啊，佢真冇事啊！偷還，抽咩抽啊？抽咩抽啊？別抽啊！好了你咪。我把我。會有啦，會對啊，算。啊，聽到。食啊，但反而聽到淡薄，你看直對陣看。特別咧，特單你新正咧，我無買衫買褲買嘢安尼錢。我特單你新正，家裡有一個攞，我定咧買手錶。哦，你collect 手錶阿爸要。不是一年比一年貴啊，種就我係冇被睇掉我啦。哦，你貴是按照貴咧講話，你淨你就是只教。誒，貴啊！你當金5000。喲！我係冇被睇掉我啦，我看到伊小水啊，是我未當 Oris 我見只股了。還沒票？Oris 啊。我啱本是頂落禮拜嘅買一粒呢 ，Oris 本。哦，你按個 Aldo shoe 個 Oris watch 啊，你按就好嘅。啊，伊陣搞 shopping 嘅，我介行 shopping 哦，我係私性，哦，哇！誒，但寶貝物件啦，是小嘅，我 recently 我單舊年啦，開啲我厝，因為我小 gadget 小手錶啦，我厝買條12寸嘅電視機就請啦6000塊嘢咯。啊！佢哋電視機真特別咧，因為伊個 direct play MKV，佢哋 HD 嘅 video 去。我插並唔得會見，所以我外婆講都是索了，我講下歸去啊，了暑假喺邊就 DSLR，所以今年冇 budget 了，手錶外婆講都是正面出名，你看到就手錶就好咧。誒，你平時穿手錶你冇驚人拍槍啊？誒，冇人知 ，because 我摩多呢，我出門我正攞嘅。哦，你唔要去買槍嘅。誒，我咪吹波。哦。imitation 你長街有啦，長街有啦。誒，你先講你吹 imitation 吹掉，你夾半夜你買啊？誒，我 definitely 會買，我拉曬你唔是講，你唔是為咗名先啊？你是看水色啦。掉啦，我哋講水掉。Hello，啊，3叫聽到啊？出來啊！出來啊！你成日冇啊？啲角色就是嚟講 hello 咧。姑姑冇啊！姑姑就 hello，一擺姑 hello。姑差唔是講歌數啊，即係聲，覺得 hello 啫。即係聲。多隻四隻啦。399應該換你 headset 咧，I think 是 headset 嘅數。伊話101哪0啊嘛。個人講啦，特別我查波我，特別我查波我是都講俾嘢面啊，特別我查波個小 bag 嗰個。啊，我們小。誒，個 ending 嘅 bag 是我佢只買哦，阿唔知妹話都唔是買啊，你買我講冇上 occasion 嘅嘛，冇上 bag 嘛。即係早起7點加Apple 2點嘅 bag。早起7點到10點呢，10點佢有俾我 bag。啊，即係行巴薩嘅，即係行 shopping mall 嘅。有啦，有 shopping 嘅時候。別停嘅。冇一 bag 嘅價錢是安怎嘅 bag 嘛有便宜有真正貴嘅。佢家 LV 係你 standard 咯，佢家 Burberry。啊哇！誒，這個 topic 出嚟是唔通何謂冇在條，聽到咧佢在睇。伊啲我 sister 去啲 London 行下嚟 Coach 啊 Burberry 啊，種安尼 LV 啊，我試去看嚟講，伊講話你開。Paris 嘅便宜，Paris 嘅便宜。誒，特別 still 是上喎，價基本是我是 even 一點 second， 伊是 second season 出來嘅，即係本就愛3-4千嘅。是，迄邊嘅便宜，即係便宜30% to 40%。啊，對。一轉第一貴嘅 bag 是幾鐳？我冇俾貴 bag，sorry。我看我第一貴嘅 bag 是，冇等我想學第一貴 bag。我話
有啊，有聽到你了，三九九。三九九，你嗰隻 hello 都真係冇叫。唔係啊，你咪 hello 啊，你直頭講了，你直頭講了。我阿媽直直講無人應我，我唔知有人聽到。當然有啊，當然聽到嚇。你咪搖咧，你咪搖啊，你咪電燈咪唱佢，咪唱佢。嚇嚇。第三你世界。咪唱佢哋講咩？你咪搖，你食個 handbag 有三九九。suka tapi 嚇，佢真係冇。假了特別就咪講咧。佢真係冇寫啊，三九九。你講特別呢就對呀。OK，那麼小打，那麼小打。跟住哇，即咱只後尾本啊。我講第一貴嘅 bag 是幾多？哇，第一貴 bag 是百迪尼嘅 bag 哦，所以冇講只貴哦。搞笑。我是個無相款嘅 bag，我無插伊貴嘅是百。其實別人比我有啦，別人比我有時配嘅就得較貴咯。我無插嘅，我有堅持悄悄嚟嘅。我是去咧當佢哋我哋馬來西亞嘅一個青色，一部我同馬來西亞部嘅金色，我成特啲咧。我知，我哋卡拉 OK 嚇金色，你看你 bag 呢？我無講咩貴貴 bag 嘅，我是買小悄悄嘅 bag。我這裡我新加坡嘅朋友叫我買我咧特啲新加坡買咧便當嘅 bag 就水哦。伊是青色便當嘅色，所以你是 graphic designer 就知啊便當嘅 color chart 嚇，伊是青色嘅便當唔知幾號呢？係條。OK 啊，我 cookies 要出來啊，當今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咧，下禮拜佢到底嚟聽我人先正講即個唔是龜個神人笨蛋，人講唔適合做龜咧，那就做龜，係啊。哎呦，下禮拜啦。下禮拜。所以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咱嘅特別嘉賓呢是雞格囝，感謝雞格囝。誒，頭先雞格囝你會講咩一半？你講我是講一人爸爸，迄個頭先講手錶有加班嘅嘛。你一人買手錶加班，因為買個300幾塊嘅啫。300幾塊。買迄種，因買迄個蒙布朗加班嘅300幾塊。我講300幾塊，你買一個蒙布朗啊？伊講上蒙布朗嘅貴個物件，水水嘅，我看也是真水。蒙布朗是漂呀，我都唔知漂什麼。蒙布朗上個磅嘅版。你星星蒙布朗，伊是Maple Leaf 嘅 logo，啲嘢冇變真出名嘅。哦，一粒花呢真出名。啲啊，BLANC。對。棒棒。一隻雞。鬼出嚟啊！Thank you，叫你講未？咁樣講。叫我。真係冇事。你會講未？咁樣講。我講我係講。咁樣講啊，妹妹。我個咧點你講。你講冇事啊，佢真係冇事啊。Thank you 啊！Thank you，佢真係冇事啊。你訂伊個話一訂人。Baru dah berkoloi. Oh. Dah, tiêu dah. Con. Bố có thể xí xí á. Lúc tàn chỉ cả tàn ế gì bọn ngà con. Alo. Chị Bình. Hả nè. Ế á. Con. Con hả bé? Mày con. 我 suka bag，特別我冇成日諗所以呢，我累，所以我睇買便宜 bag，特別個唔是愛買小便宜啊，買 moderate 嘅咯。什麼票啊 ？Esprit 咯。買鈔票啊，用無夠一年一派啊。什麼票 ？Esprit 啦。哦 ，Esprit。講比較好嘅，其實佢講比較好淡薄嘅。買啦，冇累啦。我你買一粒，我搞了嘅，知唔知呢？你一粒都冇咁完了。特別夠貴時啊呢，冇興啊呢。貴時嘅，因為 branded 嘅貴時。講成日講 branded 冇貴時嘅嘢事。哦。貴你買一粒嗬，特別你第二粒、第三、第四粒咧。誒，我看到嘅是只打波只水嘅handbag 只水，是唔即是即是 Guess 噶，還是 Burberry 是到度呀？呢隻水只，我只暑假咧。
當你興只搭波只嘢咧，成個查某係咪本大卡咯咋？對我有啊。OK。Prada 鋪搭波嘅水嘅 Prada。有試啊！見啊！米蘭本是 Prada 米蘭。S 咯，是咩？我俾巴打。嚇？Prada 我Prada tapi batas di koko si Cina branded itu deh. Prada. Si Malaysia tingkat si kok. Kami le di UK ho si Cina branded ya bata. Yes standard ho si B. Oh bata ya. Prada ho. Siapa bo bata. Si Prada. Bata lah BATA lah bata lah. Bata si UK brand啊。我在Malaysia咩？standard 是Cina關嘅，呢邊係真正貴嘅。你拿這邊解，但係是跟 low range 啊，一做嘅 market 唔係 marketing。哦，一隻是 low，一是不是 low cost 嘅，即係一下平時。OK，我 Google 而家咪出嚟，咁先講一條就係聽，上 Google 你記定掉上一位啊。馬路啊？啊，佢真係冇聲。Hello。啊，當然佢真係有聲啊。你記起記號起來拍叉到啲邊啊，佢帶你再個再到一定。OK，今時啊，我Google 咪出來啊，今時各位聽就少聽，禮拜過來再見下啦。到底係先正過來講句，今時各位即個禮拜來支持了人讓那是未到底嚟聽做過，告訴你禮拜到底嚟少聽。今時啊，你希望啊，你先今時啊，再你翕嘢鬼可能看。啊，買啦，即我就是成個油炸鬼呢大條嚟。我先做鬼。OK，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你拜再見 ，OK， 拜拜啊，拜拜。